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农业片退化以来，为促导增加产量，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学品，使到田丘土嘅生态系统都破坏下的。研究引来引导农民用对土地友善的方式来种植，更加也许多相关认证标头，为保证农产品系天然无毒嘅。2010年，慈善基金会同林务局合作。 推出了一个验证机制，按照绿色保育标准，主关心生产和抗太多农业的生态价值。那个理念唔系台湾第一的有为，德国做第二次大战过后，都鼓励农民用无农药、无化学肥料、过天然的耕种方式，唔但抢鼓励，还会向大家来做，故所有生态补贴。现在按那个农作物产量同价值如果大。 故所政府会补贴屯市价的所长，向农民很用古为多的生态方式来种植。好早路建议，台湾嘅绿色保育标准范围唔应该强提生态保育，应该提升做农业环境政策，甚至屯有间补助改做生态补贴，安尼好业务涵盖大。听下来了解。几项都係茶米。 大部分的干泥蛋糕叠定的特殊的绿色的包装，包装係個甜絲，分別畫得圓、怪嘅、雕嘅一條嘅腳樣。今面還會老消費者講，買一條茶米做了天數來顧保育類嘅動物。也代表說，這個農田其實本來就是各種生物可以共同使用的一個區域，那而不是過去我們把農田當成是只有人可以使用的一個環境的一個因素而已。 綠色保育標準喺2010年慈善基金會和林務局合作推出的驗證機制，目的係顧到生產老生態。是這樣的想法，我想做更好的。啊，如果是這樣，我可能會，因為我明天採工就一定要定下去，所以我想說聽你們的意見。大概在這茶場的時節，慈善基金會嘅工作人員就會來到。 大企業嘅茶園來拜訪，然後農民打合奶酒做嚟摘茶。一個茶園每啲翡翠水庫水源區北市海嘅水頭，陳六合係最早接受綠色保育標準認證嘅茶農。做有機的，在這邊就是要那個讓這個水土好哦，水那個土啊不要流到水庫啊，所以這土啊都是。 盡量有草來保護它。8年前退休過後，陳六合轉到坪林農務，開始培地種茶。當時佢發現，大部分嘅茶葉用嘅當道嘅農藥和化學品，茶葉乾燙燙嘅，茶米也有農藥殘留嘅可能，就決定改用有機來耕種。這邊呢是大台北水源特定區啊，那如果這邊的這個農作啊是有機的話。 那對於這個水源的乾淨啊，會有幫助啊，所以退休了以後就回到這邊來種這個有機茶。陳六合為有機工作嘅經驗，還有罕見的朋友翡翠樹掛葉。8年前啊，就在茶園的旁邊啊，就看到了我們這邊的翡翠樹啊，就覺得說，哎，這個翡翠樹啊，哎，長得怎麼這麼漂亮啊？啊，那個顏色啊，這個翠綠啊，啊，這麼可愛啊，啊，那我們。就覺得說，哎，這種有茶園裡面有這種這個翡翠樹啊，在這邊啊，對於我們這個有機的耕作啊，那對他們真的是很會有幫助。翡翠樹掛葉喺台灣特有種，也係保育類動物，主要分布喺台灣北部、南北四海流域，然後宜蘭及大海派的山區。主要特徵係背囊都係淺淺嘅色，一直到1983年，才有人發現我名嘅。 這桶子呢，是我們為這個翡翠樹啊準備的哈。那裡面有水呢。白天的話，這翡翠樹啊呢就在上面，啊晚上呢會在上面叫，啊或者是來到水桶呢，在這個水桶旁邊，母的要產卵就會過來了。然後這前幾天呢，就在這邊生了一個卵泡。因此，翡翠樹掛葉生卵到出櫃葉，愛啲有水分的蔬菜。 故所陳六合做啲36分嘅茶園度，標嘅200隻大水桶嘅，行下啲水桶順合，種樹嘅又好雜飲，茶園順合也種嘅各種嘅樹嘅，做起來本翡翠樹掛葉要環境好固身。
翡翠树啊，哈，它的这个生活环境呢，就是喜欢在这个有桶子，那里面有水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茶园旁边啊，放了很多的这个水桶啊，那它们呢就可以在这个桶子里面啊，安心的来产卵啊。蝌蚪呢在桶子里面呢安心的成长。那成长了之后呢，它们茶园旁边我们都没有喷农药啊，那它们呢就可以在这附近呢安心的生活。半年前，我拄好看到本城绿盒和翡翠树挂叶又当成的叶，一下其中只把灯翕相机，翕下茶园度翡翠树挂叶情景。老城绿盒向入，一开始注意田地度出现的物件，带啲苗栗同小西神无的度，其实切些聊天房，做不时的注意田球度也系比塘度，无干也系水神车不蛋糕。系咩把灯呢？规婆罗的主管室的乱。到去年我一直会观察，都田拢到去年无头田都有啊，都有发现无头田拢都有散乱嘅无头田哦。啊，佢哋观察下都，伊件事都并无全部粒在伊许多出纸张去放到哪拿到哪。2012年，一间生态顾问公司。每到高速公路监测计划来到同时一个西神无的，无拄好伫聊天房屋卡的比塘度，发现呢也珍贵大型的水生的昆虫，印度水蛭呢，一个差不多见伫台湾唔见体的物种。阿伯他没有使用农药的关系，那再来就是因为，它附近有比较多的水生植物提供它产卵的场所，那因为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刚好就成为田边会愿意在这里产卵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水蛭呢对环境当敏感，将做的啲摩托强烈的水调度生术，在田球有些农药落化学品，都差唔多浸唔到基。唔少年来，台湾大量的用惯行农法，一张本水蛭呢唔见体，甚至连聊天房都唔识看过。路边一直讲调解油啦。伊讲也个虫的是消失了2-3年，2-3年无看到啊，也唔是看到嘞，路也唔是谈唔讲的。有啦，还有还发现遐东西，有的他落在个，唔个调解油没有安尼东西啦，有啦。调解油伊按做嘛个？有都，还一直行业讲水碱的啊。因为这几年因为使用农药或者是环境开发的关系。它的数量就越来越少，然后它的分布就比较局限，所以我们这几年就很关注说这个物种它到底还有多少。因为一样，水蛭呢变做最好的环境指标，不过要维持摩托的环境，大家差一睇。自从转作无农药、无化学品过后，讲5分天的产量就少掉1半，为到爱聊天房坚持下业。生态公司的成员就用比世界高2倍的加湿捞其塔米，今年还前呢是个国栋向下来天数试田，还加 V 一个田申请的绿色保育标章。家的这个没有农药，没有什么化学肥料，全部没有抹一个成分啦。其个台北个绿色标章的公司有淹水淹土质，我淹一个无命。有那个污染么啦，结果没啦，讲复合。阿伯其实他现在体力也比较不够了，那我们的想法是说，未来如果我们想要从事这样的农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学习，所以今年我们就尝试说，利用股东制的方式，吸引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操作。因此，申请绿色保育标章，唔是难爱负担验证的钱，还有政府区的专案经费补助。故所也想系遇到的想要转型有机的农民来申请，像喺南投保利的林木，所以90年代美食家的高顺田申请的绿色保育标章，保育的对象係头摆蛮耐看得到的设计的。我们是先从有机开始认证，那发现就是说必须有大笔的一个费用，是一般农民没有办法付得起的。那我们也认证了一个绿保的一个申请，绿保标章的申请，因为它对
农民来讲，它的门槛比较低，它是不需要费用，可是又有林务局、慈心基金会委托慈心基金会来帮我们做辅导。一般人按照台湾拍5嘅台湾4节嘅山体等是10種的南條保利湖區內4河北、高順田、然後比塘渡，係當時看到嘅5嘅。農會喺2009年公告咗係作為七體嘅保育類野生動物。連旺嘅高順田都可為啲山行嘅順行，引起都熱嘅生態池，睇為山行嘅潛水，都為召喚嘅時節4節嘅做咗康樂呀。我们会直接从源头引流它的水，那水进入这样子的生态池。现在的农民其实大量的使用农药跟化肥，那在这个部分，它从源头进来的水，如果这边的生态都能够完完整整的活下来，表示流到茭白笋田区的水源，那孕育出来的茭白笋是最健康的。另外，認真細節嘅對水質當敏感。有啲當接看到嘅有機嘅皮料，也做唔得用。故所佢哋用嘅農業資材需要特別透過，蘇成也比慣行農法稍微一般變呢。一般茭白笋它需要的是氮磷钾，那如果说你缺什么，你可能用鸡粪。那绿保田区就不能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本身里面有很多的重金属，那我们可能就要取得一些检验。好，水质检验啊，土壤检验。但是有一些有机可以用的东西呢，它可能在绿色保育操作当中会对那个物种还是有一些伤害。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特别去排除。你看这种的风掠种的都冇强用，掠慢眼压了掠了有2种哎，风掠吼，风掠，含白吼，含白掠呛掠袂崩风掠渐偏的，啊掠漂的几个好处就是吼。炸掠水啊，炸掠水下唔会按扫啊，热天咧当扫。為了本消費者了解高順嘅生產環境，農場一早增加樹葉，林部一規劃嘅生態圖欄，睇大家落田，係因為一個田係清理無毒嘅，消費者做得安心。我們都是帶遊客下田去田區體驗，那我稱它叫一日農夫體驗。那在這個體驗當中，我希望它是安全健康的。那因為不僅是他能夠了解茭白笋的一些教育一些元素，那在這個部分，它是同時他來到這個環境是可以感覺到是安全的。一樣嘅做法，一般綠色保育包裝嘅農產品都會行較多人客嘅交關。茶農成立合都當接體團體做運圖覽，農民和消費者都有得利。在有機的耕作方面可以照顧到这个土地上面的众生，那也可以维护到这边水源的干净啊。那消费者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措施啊，我们不只是在生产有机茶，我们生产有机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维护到了这个环境啊。那这样子呢，消费者对我们是肯定的，所以他们呢就很认同，就会来多少可以支持我们这样来买我们的有机茶。慈善基金會統計，也係天然綠色保育包裝，共有79個農戶，耕種面積有100公頃，係130萬來請企業來應用，然後教育推廣一條事情。要有更多的人員教育訓練，要有輔導的人員，要有一些稽核的人員，然後要有更多的市場的行銷的配套措施，才能夠讓這件事情能夠更完整的把它擴大。事實上，綠色保育包裝唔係國內發明嘅，早啲二戰過後，德國為了抗拒國土保育，撥唔係國家公園保護區嘅其他土地，就做嚟保護佢嘅生態，就天天嘅傳統農地生態補貼補償計劃，本農民用無農藥無化學品嘅廚房農耕，政府個補助每天農作物過後市價嘅收漲。因為你希望它土地使用的方式能夠朝向生態跟環境改變，那我當然會對你使用的方式有所限制，或有一些希望你配合做的事情。所以基於財產權保障，那給予補貼，讓地主、讓使用的人願意配合，這是生態補貼最原始的一個出發點在於此。不過德國唔單將係注重生態保育，更加抗態度維持生物多樣性、天見地貌、自然生產方式、最自然的工藝。
涵养保湿、气候的功效。田球唔单只係農業生產，更加減低呢其他項嘅功能的角色。補貼這件事情就變成了很重要，是用環境的方法跟農業的發展做結合，所以讓農民有的這些補貼金，讓他以符合環境原則的方法去做他的新形態的農業，又不受全球貿易的相關的管制或者是要求，所以整個就轉向再變成所謂的農業環境補貼。副總學者建議，台灣嘅綠色保育標準計劃不應該只係限制啲生態保育，應該提升做農業環境嘅政策，限做一套效果補助，改做生態補貼，效果更加大。再唔係只係一大筆保育，無法顧到生態功效嘅效果體，差越來越多。台灣有很多農地用休耕補助的方式補貼，也許用這個補貼目前這個補貼的項目拿來作為生態補償，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構思。那希望有關的一些政府主管呢，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更前瞻性的想法。應該是上到比較高的層位，農委會或者是未來的環境部，在這個體系去做討論，也就是回到了國土大部分的面積都是有人為使用的，那我們如何推所謂的比較環境友善的方法，回到保育的體系裡頭，它如何嚴格？那回到農業生產大部分的做法，它如何用誘導的方式來做？那這樣所謂的生態補貼的東西，才比較有全面性的做法。一種細細強勢的標準，後輩特別點耕種人辛苦的耕種，然後對土地的承諾，種出合適的作物，也顧到順暢生活生存的家業。當越來越多農產品貼上一個標準，無聽出一做嚟過出去，一個農事都係記得的，田學堂喺度掛嘅條嘅衫，荷花都看喺度唔係潮嘅景象。